咱为人道中，咱过去前辈者，当然较济去啊。咱若知前辈者过去咧修道，拢叫做一生以心许愿。过去前辈者足单纯、足慈悲。毋过咱修到即摆来，咱的心愈来变化愈大。人变成安怎？就变成礼佛教上一句话安怎讲？讲大法师架势大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就变成愈修愈油条。对愈修愈好的愈侪问题，修愈好的迄个场啊，愈成色袂愈谦虚愈重。是咱因为愈行愈输愈修，咱愈行啊。敢是问题别人的身上，拢别人害我，拢别人安怎？拢别人安怎？咱对咱家己内心世界连一点仔检讨的力量拢无。但是你无了解，我今仔日是一贯的弟子，我今仔日老祖师的弟子，人侪拢尊重我，我有咧尊重别人。这点足严重的物件，你今仔日臭头你袂臭头药啊？臭头你袂臭，阮老爸较早咧甲我讲你臭头你袂臭头药，我通要甲你买。你骹生只烟啊，你卖烟啊，搁烟啊搁听无？迄烟啊搁着一块若皮的烟啊搁放较大，大海人就走出来烟啊。你骹生烟啊，你卖烟啊搁，若你心内咧打好好啊？敢有可能？假使安怎就扫袂出？今日大家拢是清纯一相，会当讲较大话的。问题毋是道亲，毋是兄弟姊妹，伊毋难，是因为咱今日道中出问题，道中出问题，因为包括我个人，我通讲包括我个人，因为我修无够，我结无够。今日大所有咱都无袂对，但是我要安怎未来要安怎去见人做事？我若互尊重，我是足见笑。人会叫我负责任，我会足歹势，因为我结无够。所以要安怎学当如来大业，要安怎上求不得，要安怎下合于情，要安怎合于情。所以咱我即马当中就是讲，学习无有我的代志，我自己袂去参与。该不是我讲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去讲，因为我知影要安怎对自己的内敛，要安怎对自己的内敛。恁有需要来讲，我会做，我绝对去处理。恁若无需要我嘛袂去主动，人讲加无啦。所以这内底当中呢，我要安怎个调整我家己调整好势。你要学当着你那个大业，首先。你要有概念，这个概念重要不重要？概念重要。你既然唔知概念，你要安怎想到你办法？你要学当你办法？我都无概念，就我之前讲迄个故事，你唔知会记是袂？迄个郑千人去到中国大陆，因为33年前后要寒死，去的当中呢，也无当食素食。走入一间草的馆，甲头家，你吼，我食菜，我食菜嘛，你食菜，你用白水啊，用面拢几啊菜，拢茫人晓的，就安怎食落来？我头家，这是要安怎食？都我甲你讲，你着食安尼样落啊，拢茫人着伊，拢茫人着啥物物件拢茫。即摆头家着教伊艺术，就煮一碗花啊，对不对？少年，我送你3块豆碗免钱，3块猪碗免钱啊！我送你3块猪碗免钱啊！意思讲这边上少年都无钱，这叫做概念，无修行人，无食菜概念。我今日无食上新的肉，毋是我无钱人买上新的肉，安听啦吼！我今日是。毋是我今日袂当做孬的，是我无要去创孬的，因为我要修行。我毋是袂当创孬的咯，人会看是我会看是咯，人会做是我会做是咯，人会食是我会食是咯，人会做的我会做的咯，毋是我袂做的咯，因为我袂使做，毋是我毋敢做，这个叫做概念，这个叫概念。
咱知影黑人区即阵啊，过去伊想讲伊要做皇帝，你啊来就要讲我人的儿子，要杀人的性命，较水的查囡仔，就伫遐讲强奸当年送去欺负好去，啊若伫遐做诈骗集团，查甫了着，若无照伊的意思，